最近咧銀行利息咧又減多次0.25咯，即係由高點一路減，前後減咗8次咁多噶啦。如果你係一個業主，正準備會放盤，又或者之前放盤賣極都賣唔到，而喺呢套片可能會幫到你㗎。喺今時今日喺多倫多，如果業主想買屋咧，通常有4個難處嘅。第一，唔知點定價，因為個市場好波動，往往同類型嘅產品咧上落可能有成幾十萬嘅差距喺度嘅。如果業主叫價叫得高咧，又驚冇人嚟喎；叫得低咧，又驚搶唔到上去。OK， 結果可能逼住賣低咗。而第二樣嘢係啲乜嘢咧 ？OK， 第二樣嘢就係、如果間屋之前去住緊搬走咗啦，又或者租客搬走咗啦，賣唔到收翻，佢就諗啦，應該揾個租客入嚟啊，定係揾個好嘅時機？嗱，揾一個租客，既然係好啦，可以收到租，但係可能佢新屋嘅 mortgage 咧個費用咧遠遠超過佢嘅租金，即係話可能未緊1年咧會繼續貼錢去留低租客嘅喎。又或者可能出年到賣嘅時候 ，OK 個新買家佢唔想有個租客喺裏邊，而個租客又唔肯搬走咧，往往個買賣就因為咁而唔可以繼續成功去交易㗎啦。而第3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賣樓嘅時間。嗱，以往咧通常業主咧，例如新屋交吉或者有啲交吉，會預咗啲時間嚟賣屋嘅。例如出年4月交吉，佢就預某一段時間拎出嚟。但係而家市場波動咧，業主嘅難處係乜嘢咧？如果佢太早放盤，可能佢就揾多次地方搬。如果太遲放盤，逼住要買嘅時候咧，可能逼個賣個唔好嘅價錢，所以放盤時間咧，佢都好頭痛嘅。而第4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個市場嘅走勢。嗱，多倫多地產局咧出咗最新嘅數據啦喎，成交嘅數量咧就係舊年嘅同期咧多咗2.幾%，即係話由5100個加咗做5200個。咩意思咧？即係話之前有5100個買家，而家有5200個買家，多咗100個買家。另一方面咧，放盤嘅人數咧就由22000個 ，OK， 加咗做27000個，前後多咗5000個。喺咁嘅市場裏邊，業主應該何去何從？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大家好，我係地產三兄妹 Jason， 從事地產行業都成25年㗎啦。OK， 後邊就係我 office。OK， 我見過好多同類型嘅市場，好知道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喺今日個市場裏邊點樣可以做一個嘅好嘅決定。正係咁咧，我準備咗一個嘅地產講座，專為一啲嘅業主而設嘅。如果有興趣，非常簡單嘅啫。OK， 你可以發個短信俾我。OK， 我電話係6476944333647694433，個短信內容話我想參加個講座，買屋講座咁就得㗎。OK， 咁我會發個報名鏈接俾你。OK， 咁到時會睇見面啦。拜拜。